Start again with me. My feet were sinking in the dust of failure. Every step a memory of defeat. The race I ran felt never ending, and I was breaking underneath. I saw the line out in the distance, but strength was fading from my hands. I reached, but hope was disappearing, and I collapsed before I ran. And in the silence I confessed, I'm not enough, I've lost my breath. But heaven didn't turn away. You said, I am with you in the running, I am with you when you fall, when your strength is gone and fading, I am holding through it all. You don't have to reach the end, you don't have to stand alone. Lift your eyes, behold your promise. You are mine, you're not alone. The stadium of shadows stood around me, empty seats that knew my shame. But then I heard your steady footsteps, and everything began to change. I turned and saw you standing there, not distant, but already near. You said, I am with you in the running, I am with you in the race. Every step you take in weakness, I am filling it with grace. Run with faith and keep on going. Fix your eyes and don't give in. I am not just at the ending, I am with you in the road. Step by step, you stay with me. Breath by breath, you carry me. When I fall, you lift me up. When I fade, you are enough. Step by step, you stay with me. Breath by breath, you carry me. When I fall, when I fall, you lift me up. When I fade, you are enough. My weakness sings your glory, your power rests on me. I run, but my victory is you. My prize is Christ in me. You are联邦，新盛1999。好，咱先来读个歌词吼。基督过活，基督永活，失去目屎免惊吓，黑暗款式无过管辖，死是分无袂较赢。你毋通伫死人中找我的主，伊是永活，对世界好，基督过活，行伫
头前做引带第二节的歌词。救主耶稣若无过活，咱的信仰就空空。主的应允咱通信靠，因为我活你也同。伫亚当咱已经死，总是咱甲基督过活。死亡惊吓无过典位，基督掌权永无煞。第三节，死亡已经失落权势，世界快乐大称赞。圣囝基督过活先锋，这是咱对第一节开始。守主活命引带咱，就感谢上主疼痛，仰望打对主力，土里发声。基督过活，基督赏赐永远活命叫丰盛。好，咱对第一节歌词先来唱。首是206首。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先来人吼，为头前先坐吼，尽量坐较头前的哦。那注意请恁的手机吼爱关静音，也是关机。好，咱先来唱一条诗歌来学乐上帝。为你歌手我最
过世人山高，我也无惊灾害。全能主，你甲我同在，对大地到永远。为头仔过来，主是招破也是顶摆，每日故事我做我平安所在，我苦的救主是阮的耶稣，你说我稳定甲听。虽然虽然经过世人山高，我也无惊灾害。全能主，你甲我同在，对大地到永。虽然经过，虽然经过世人山高，我也无惊灾害。全能主，你甲我同在，对大地到永远。虽然经过世人山高，我也无惊灾害。阿妹，全能主，你甲我同在，对大地到永远。哈利路亚！咱同齐来读这段经文，着来欢喜，着忍受患难，着不是祈祷。罗马书12章12节，搁读一解，着嘛来欢喜，着忍受患难，着不是祈祷。罗马书12章12节。好，咱首先来做感恩，甲认罪悔改的祈祷。咱爱感谢阿罗上帝，因为上帝是万主的主，伊是创造万有公义，伊是慈爱的主。咱嘛爱伫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咱爱悔改，因为咱是咱是敬畏上帝的人，咱同齐开声来祈祷。上帝，你是公义，你是仁爱，你是慈悲的上帝，你是有疼心，搁有怜悯的上帝。愿感谢阿罗你，因为你伫阮悲伤的时，你安慰阮，保守阮；伫阮得罪你的时，你用温柔的声来提醒阮。阮要搁一届将家己献予你。求你来使用，求你用信心拯救阮，引带阮，愿感谢主无停。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免。咱过来要做医治甲透放的祈祷，邀请主耶稣做你心灵的主，将你的烦恼交托伫主。咱嘛会使将你的手放伫心坎，也是你无爽快的所在，求主来医治，来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感谢你，哈利路亚，主，邀请你一起来亲近，哈利路亚，因为你是专业的主，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主啊，主耶稣，你无输的疼。将家己的性命献出，为着阮来牺牲。阮感谢你，你的恩典临到我，互阮感受到，诚做你的囝儿真正好。我要邀请主耶稣，诚做阮心灵的主，将阮每一个人的重担，拢交托伫主里。阮的忧伤、
烦恼，也是身躯白痛，求主来帮咱，求主来医治，求主你信心甲阮伫地，互阮充满喜乐甲愿望。主，阮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免，咱要为这个主日来守望。首先要做伙来为着无这中级团队，这礼拜参与的护士会同工来守望祈祷，求主的恩膏赐落，上天的气来，互护士的事工会当荣耀主，互人得到利益。过来要为着 GLS 领袖高峰会参加的学员来带祷。互这学员伫这个所在做光做盐，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咱嘛爱为着全职同工，今日下晡开始要到台南神学院的退休会来带祷，求主帮助因出入平安。咱开声来祈祷。保守所有护士同工，互阮手内所做的事工，拢是为着要来荣耀主你，也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效念主耶稣基督牺牲奉献的精神。主耶稣所来的宝血，是因为要救赎阮。主，阮感谢你，这时阮嘛要恳求主，互参加领袖高峰会的学员有好的领受甲感动，因会当伫遮来为主做光做盐。我嘛要来为着今日下晡开始的全职同工退休会，求主来保守因出入平安，有好的交通联谊，阁有学习甲休困。感谢主的保守。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免，咱同齐来读主祷文。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日时给阮，赦免阮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人。无伫带阮入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为国欢迎，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全地拢着摇我唱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
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众上帝顶面，应该受敬畏。咱做来吟圣诗，圣诗99首，基督歌乐，基督音乐，请起立吟全首。基督歌乐，基督音乐，七支目屎免惊吓，黑暗关系无可管辖，世事分无袂甲赢。你毋通伫世人中找我的出，伊是有我，伫世界无基督有我，听伫头前做因传。救主耶稣若无我，咱的信仰就空空。主的应允咱通信靠，因为我你也通，你也通，咱已经是从是咱家己都过我，是无可也无可变为，你都将光阴无算，希望已经是了关系，世界快乐大称赞，圣行基督可我先锋，承受我命因错人，着感谢上主听当万人为主的发声，基督歌，基督受损，永远我命叫丰盛。咱做来祈祷。专程去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平平安安，搁过来到你的会幕前来敬拜你。阮带着感谢来入你的门，用懊恼来入你的院。你是创造天地的，你是阮永远的倚靠，你也是阮将来永远的盼望，也要做阮代代的帮衬。阮感谢你，专程去听阮的天父，伫你的保守看过的日子，阮享受着你满满恩典甲慈悲，阮的好处无伫你以外，阮出阮入你拢看过。伫阮艰苦的时阵，你陪伴医治阮；伫阮伤心流目屎的时阵，你会能安慰阮；伫阮犯罪了后，只要阮诚心悔改，你就要赦免阮。阮感谢你，你是阮的牧者，阮人生头前的路你引带。你反倒伫青树的草埔，歇伫安静的水边，搁教示阮行义的路。何等的恩典，你看做宝贝。感谢你的拣选，互阮成做你的儿女，互阮所行所做，拢会当来荣耀主你的名。全能的天父，伫这个充满困难甲试炼的世界中，求你赐互阮有平安甲盼望，帮助阮伫逆境的时坚固阮的心，互阮相信你的计划是美好的，充满着盼望。头前的路，也求你带领引带。阮的家庭需要你的稳定甲疼来充满，成做一个幸福、美好、美满、和谐、闪避丰盈的所在。也恳求你，互每一个兄弟的心灵拢勇壮，对未来充满希望甲期待。也愿你祝福台湾这个国家，互阮闪避大英风台，互台湾勇壮，互台湾成做阮以及阮的子孙安心乐命的土地。也互人民公义、谦卑甲智慧，充满伫即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也求你赐阮的领导者、阮的头人有智慧、聪明以及健康的身体来带领阮，引带台湾行入世界，互台湾成做世界上受人尊重、佮贤善的国家。全能够听阮的天父上帝，这个月是即个社会传统的农历7月。求主你赐平安的意念伫阮的内面，来取代7月时的惊吓。本主日也是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阮教会所创立的生命教育协会，
也开办萨克斯风班、吉他班、体能班、课后辅导班等等，互教会甲社区有来往，互人行入教会来宣扬福利福音。求你互这计划会当顺序来运作，引带侪人来认捌你。我若为着 GLS 人寿高峰会参与的学员，会当经过这领受了后，求你互因成做因生活四维的光甲盐，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若为着专一东港今仔日下晡要去到台南市6期去做退休会，求主帮助因重新得到开力，佮带领因出入拢平安。听阮的慈悲，阮感谢你，时时听阮的祈祷，佮时时得到你的应允。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儿女，互阮得到你所赏赐的福气，互阮会当成做祝福的管道，互人人拢知影信耶稣真好。我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做为了启用，伫圣诗后面，圣诗文第47，正海岛啊，着听我的话。在异方向的人啊，要注意听。我伫太林上主着警调我。我伫老母的腹肚，伊就叫我的名。伊互我的喙亲像来刀，甲我送伫伊手的顶下，互我正做无尖的钱。甲我放伫伊的井地。又对我讲：“你是我的萝卜以色列。”我要因为你得到阳光。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我真啊做无彩工，嘛无利益。抑搁我靠上主替我伸冤。我的上帝会照我的所做，甲我报酬。这声，我伫太林上主就做我做伊的萝卜。要互雅各回应伊。以色列伫伊遐自治。因为上主看我做尊贵。我的上帝诚做我的快乐。又讲，你正做我的萝卜，通兴起雅各的支族。带以色列人带落来，子民倒转来。是声。那安尼，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立邦的光。我的拯救传到天边海角。这时，咱请邓迪团来献诗，主是我的牧者。
是，咱做伙来共读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何西阿书7章第3节到第7节，我来读。上主讲：因做歹，互君王欢喜；因欺骗，互官员快乐。因拢行淫乱，亲像炎热的火炉，在听候面丸发起来。烘饼的人毋免阁拿火互炎。伫咱的王喜庆的日，官员啉着酒，醉甲毋知人。王甲背叛者握手，因造反的心亲像火炉，规暝温温啊倒，天一个光就爆发。因心狂火热，甲统治的一个一个消灭，君王拢倒落去。毋过无人求救我。以上，即是请陈牧师来讲道。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过去一礼拜的平安，也看顾阮伫炎热的天气中间，也保守阮大家拢有健康勇壮的心灵。阮也特别将阮搁一摆将阮身躯所拄着的野心。也是心内所拄着恶担等的事，才会重担甲着磨，也要伫即个时刻交互主耶稣，求主你的信心保惠师，也恳求主耶稣的保惠，掠看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搁一摆互阮重新得到快乐，亲像鹰鸟天势飞悬，也求主你引带阮的脚步。引带阮的教会、阮的社会、甲国家，会当行伫上主你所欢喜的道路。伫主面前，献上阮的感恩、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伫大家的灵修，伫即礼拜开始，过去即礼拜开始，咱已经来读伫即个小先知书小先知书伫即个小先知书，咱会读到最后的即个马列基顶礼拜日，咱的教会有即个小组长的即个团练，小组长的团练，帮咱团练的属灵团队，伊有提出一个挑战，就是讲咱的教会兄弟姊妹中间，若有人读一年内底将圣经来读完，无一定讲一年将圣经来读完，伊就要来敬上迄个人一本即个关怀版的圣经，关怀版的圣经所以伫咱的教会即个灵修笔记，后壁有一张即个读经记录表，个人读经的记录表，即个记录表呢，会当帮助咱，将即个圣经来做记录，你若有读过的圣经，你会当来做记录，你若将即个记录表来甲填了，填完互牧师看过，牧师会登记，所以属灵团队，伊一个好意就是来鼓励咱兄弟姊妹。好好来读圣经，会当将即个圣经对头到尾来读。所以我来请问一下，咱中间有将圣经对头到尾读过一遍的，请举手一下。哇，真济呢！感谢主，手请放。咱会当过来发起即个读圣经的运动。你若一工读4章，安尼偌久当读完一遍。10个月，10个月，10个月就当将一本圣经来读完咯。所以咱若是对后个月，也是要对这个月来开始，毋免等到明年1月，咱就当家己一个挑战，用这个记录表，你若无这本，你嘛当去 copy， 嘛会当去影印，然后来家己做一个记录。我相信这是对咱伫圣经中间，除了逐工的灵修以外，一个真好的挑战。咱伫读即个小先知书，内面会讲到真侪遮的政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的服务的精神。总是咱伫细汉时阵，真侪遮的士大人会甲咱讲，毋通插政治，也是爱插政治，毋通插政治插政治安怎？会足侪代志的，你会去用骂啦，做到流汗去用嫌到流烂啦，那插政治的代志，检菜呢，亲像可能迄个咱的桃园县的县长安尼，叫做什么友？刘邦友，去用，毋知是发生什么代志，但是呢，因为安尼，真侪父母真惊伊的囡仔会出代志，特别咱过去过即个白色恐怖，228事件。
所以对这个政治的代志，真侪人拢认为是负面的。但是咱若看圣经，圣经中间这小先知，这先知呢，因确实真做一个伫社会、政治的国家的中间，是来扮演替上帝讲话的来角色。所以咱每4冬，即嘛是每2冬，就会拄着这选举。伫选举的中间，咱常常就有这个角力战。但是咱嘛看到一个现象，到底咱的选举，是咧选色的，还是咧选人的？也是咧选理念呢，真侪就是咱的选举呢，都在选颜色。你知影你今年要选举的，请举手。好，请放的。昨伫青年礼拜甲讲今年有选举，我先问讲，20岁以上有选举权的举手，超一半以上拢有选举。然后佫甲这青年问讲，你知影今年要选啥物的？请举手。剩3-5个人举手尔，真侪青年讲今年要选举哦，就是因伫生活中间真无闲，但是拢无咧插政治拢无咧关心咱的社会，今年要选什么，所以你真困难去想象读册读到倒位去，卡车片读到白去的，但是对政治到底应该爱关心，还是无应该爱关心？咱看到耶稣，伊有插政治无？耶稣安怎插政？伊无参加党，但是耶稣伊关心社会，伊关心国家，伊关心上帝国。耶稣的政治是上帝国的政治，所以耶稣伊无互地上的这政党什么色来拔掉。你看袂出来耶稣伊是倒一个党的，你嘛看袂出来耶稣是什么色的。所以基督徒嘛爱有亲像耶稣同款，无色无味。所以基督徒是啥物党的？耶稣党的基督徒是啥物色的？是没有颜色的。基督徒是透明的。甲你隔壁讲，基督徒是透明的。基督徒咱无应该讲我是啥物色的，我是啥物党的，因为这个色、这个党会改变。过去真好，但是你无确定讲以后5年、10年以后是毋是继续这样好？过去真歹，嘛无拄讲5年、10年以后，这个党就袂改变。但是咱看到伫何西阿这个先知的时代，何西阿伊的名其实伫圣经出现几啊摆，就是旧约中间的约书亚，是共名共姓，拢叫做上帝拯救，就是耶和华拯救。伫何西阿伊嘛甲北国的最后一个王何西亚，但是咱拢甲叫做何西亚，因为伊就最后死伫即个北国的所在。所以拢是共一个名，耶和华拯救。伊伫北国的以色列，即个小小的所在，伊的南边是犹大，但是伊的四周围，有遮个大的国家，愈来愈旺，愈来愈兴起。伫伊的倒手边有埃及，伫伊的北边有亚述，甚至伫东边有啥物？倒一个国？巴比伦。因去夹伫即个中间，到底因就爱西瓜挖倒一边？挖大边啊，看相较大，所以有的时阵伫亚述进前个阿兰，因安尼挖来挖去，但是就是袂晓挖上帝。所以上帝叫何西阿即个先知一开始的时阵，解出一个难题，讲你去带一个行奸淫的妇人人做你的某。咱若听到讲你的后生讲妈，我要去带一个行奸淫的妇人人做你的新妇你会甲讲我死无？你敢，我就甲你断绝关系。但是即个何西阿，伊乖乖啊听上帝话，然后佮甲即个行奸淫的妇人人，生过来囝。即个囝号的名，就知影讲即个囝嘛毋是对伊出的，是别人的囝。伊带甲别人行奸淫的查某人做某，然后佮邀妻别人的囡仔，你若是先知何西阿，你会做甲这毋甘愿的。但是上帝竟然互何西阿发出这个条件，就是这个某带入来生囝了后，伊竟然佫对人走。上帝佫叫先知何西阿讲，
你用钱去甲伊买回来，用钱甲伊买回来。所以你看到伫正边即个图，先知何西阿，伊真正摕钱，佮将伊即个走出去的某，佮甲伊赎回，买赎回来，然后甲伊讲，我要用上帝的疼来甲你疼。牧师常常伫帮助遮个要结婚的青年啊，甲因做婚前辅导。婚前辅导的中有一课，就是甲因讲，如果恁结婚了后，你的另外一半对你不忠，请问你会安怎做？99.9%，因拢讲安怎？因若对我不忠，我就安怎？我就甲伊扯啊，我就甲伊离缘啊，即个婚姻就安怎？就无啊，就免讲啊，就结束。但是伫婚前辅导，伫即个教导中间。就算讲你的另外一半，若是真正跋倒，若真正伫婚姻的中间出问题，犹原你爱敲找上帝的心意，爱用上帝的智慧，毋是照家己的判断，这是一个真困难的挑战。但是先知何西阿，互咱看到伫翁仔某的中间，就算夫妻是遮尔啊不忠，但是上帝听。无改变，上帝用这个疼来形容，伊对一个国家、对人民、甲百姓的疼，是安尼永远无改变。所以咱看迄当时伫何西阿这本册中间，先知用4个譬喻，头一个譬喻讲，这个国家的人民，亲像伫火中间去火得别的这个饼共款，就是安怎水深火热，然后佮趁火打劫。伫北国拢总有19个19+1，有20个王，中间有8个，拢总有8个，是篡位，就是因毋是继承人，因是用刀，甚至一个是用面棍，甲伊的头家安尼，伫伊的面安尼捂死，让他窒息而死哦。然后呢，上帝佮讲何西阿，讲甲何西阿讲，即个以色列即个国家呢，亲像伫烘即个饼，古早的饼是用面粉来去敲的，即个烘饼就爱掀，双面拢爱掀，即个饼才会熟。如果你咧烘即块饼，只有烘一边，另外一边拢无甲变过来，安尼即块饼干会食无熟，一半生一半生半熟。最后是袂当食哦，是咧食面粉哦，所以最后是叫人气煞。所以上帝讲，以色列这个国家亲像饼无熟，最后嘛是爱淡掉。然后形容这个国家亲像一只鸡鸽子，咱知影这个鸽子赛鸽就厉害，你甲它载到几啊百公里的所在，甲它放出去，伊安怎？伊需要显地图无？伊需要一台手机 GPS 还是 Google Map 拢毋免。伊就会当找到迄个转去咯。但是讲即个国家，伊袂晓求救上帝，上帝带因出埃及，但是因阁竟然要转去找埃及，甚至找埃及不行，阁去找亚述，无定见，毋知影国家的前途伫什么所在。最后嘛，形容即个国家，亲像一个弓，即个弓，要扭的时阵，要射箭的时阵，迄个梭啊，已经拢松去啊，拢切去啊。软去啊，迄个箭射袂出去啊，所以这是一个建国，就是伫何西阿的时代，问题除了出伫政治，问题嘛出伫遮个宗教，伫圣殿因伫北国无圣殿，但是因有遮个祭司，遮个信仰的遮个人物，因看到国家政权一直在改变，甚至信仰的对落。因袂晓去圣殿敬拜上帝，因伫山头弹，伫即个树仔骹，伫着迄个所在来敬拜。国王伊袂晓带全国的人民敬拜上主，甚至拢叫下人塞拢，变做即个信用成为政治的啦啦队啊！啦啦队台语要哪讲？啦啦队我毋知影细汉我是听讲做人的洗手面洗手面分鼓吹
好，就是替人咧分鼓吹安尼，好，就是信用呢，好，最近伫替人咧分鼓吹，死数咪是人咧出山的时阵，好，咧分鼓吹。但是咱看到伫何西阿的中间，好，这个国家最后变做安怎？最后因真正去亚述，好，因瓦克埃及，好，瓦克亚述，最后去亚述来灭掉。因的道德，吼，规个拢崩溃，吼，即个社会咱看到先知何西阿，个阿摩斯，后礼拜咱要讲阿摩斯。阿摩斯讲，即个社会中间，吼，为着要趁着善车人的钱，吼，用诈骗的不公义的天秤，吼，亲像诈骗集团，嘛是要骗遮的送向人的钱。然后，即个社会公义消失，即个王伊无照公义来治理。好，就是乌西嘛无要紧，好，甚至呢贪赃枉法嘛无要紧。然后伫即个国家的内面，人心惶惶，大家拢听到亚述要来，真着惊；听到埃及要来，真着惊。看到遮个情景，甲咱现主时的台湾社会有真相像无？有真侪相像的所在。咱咧看到何西阿迄个时代危机。这这段政教，是这个信用变做是政治的啦啦队，权力的分赃。伫今仔日，咱嘛看到政治上，乌金，什么是乌金？就是派系，这派系地方的角头，要巩固，这个势力，伊会将伊的手，伸伫宗教的中间，用奇妙的，也是较袂教会较少。但是会通过即个妙事，将即个政治的手，拔掉的叫做条仔骹。甚至咱嘛看到，伫即个社会中间，政治本来就是爱出来帮助伊，要插政治就是爱帮助即个社会中间的弱势，为人民来发声。但是咱看到现主时的社会，嘛是共款，城乡的差距，对于偏乡。弱势，伊个资源的欠缺，无关心。要选举以前讲，哇，伊要来回馈，要来服务，要互做人民的这个萝卜。但是等伊当选掉了后，是家己走去买土地、买农地，然后甲变金，起楼啊厝，来赚大钱。这是政治人物，互咱看去，伫现主是真侪现象。阁有咱嘛看到国家的领导者，迄个好的哇，就甲捧上天，亲像神明共款。若是你无解，就甲骂甲臭头，甲魔鬼共款。伫咱现主时的台湾的社会，造神将政治人物做神，就是救世主，以来就是要来解救咱的国家，解救咱的社会。大家拢转票转互伊，但是最后安怎？发现讲哇！伊竟然是安尼这样爱钱财，脱离不了这个魔界，就是权力的魔界。伫1995年，咱的台湾，就是迄当时要选总统的民选总统的进程啊，迄阵呢对方中国，就讲伊有几粒的飞弹要对台湾。你拢袂记得400粒，400枚的飞弹，对台湾，然后拢是伫福建、广东的这沿海，随时拢要来弹过来。但是迄当时的台湾，大家百姓听到了安怎？大家就真紧张啊！你若会当移民的就安怎？走去移民，去美国就去美国，去加拿大去加拿大。若袂当去美国去加拿大，走去倒位？贝里斯，走去贝里斯，迄个所在，较移民较简单。真正真侪人，着财产拢卖去，包袱啊拢款去，哇！真正着死家带眷，走离开台湾。伊毋知阿强啊，点是迄400粒的飞弹要弹过来。但是即马阿强的飞弹有几粒？至少超过2000啊！几啊千粒的飞弹，拢对咧台湾。但是迄当时的总统，叫做阿辉伯，李登辉，伊讲一句话，就安定民心。伊讲啥物？伊讲这拢是阿强仔的阴谋啊！
伊讲这拢是恶中仔的阴谋，吼，就是要甲你吓惊的吼，无影的吼，其实呢，吼有影的吼，伊嘛甲讲做无影的，但是呢，伊就伫迄个中间，互台湾的人民吼放心吼，甲听到一个较安心的话。伊伫伊的册中间吼，伊嘛有写吼即个回忆录，讲这嘛是上帝互伊的感动。伊伫迄个时阵，记者吼全国吼，迄全台湾吼，拢咧等即个总统要安怎样来回应。但是伊敢用一句话吼，就互人民的即个心内底的烦恼，就拢放下。政治人物吼，咱今年吼要搁选举。选举的时阵，吼，除了看伊是啥物震动了后以外，嘛爱看伊的品格。伫何西阿书，互咱看到遮政治人物，吼，甚至遮领袖，甲遮武万的人，手牵手，吼，就是联手啦。吼，为着政治的目的，为着个人的利益，吼，伊对地方，吼，对社会无负担，只有看遮的颜色，吼，但是呢，咱爱看是看因的品格。所以咱伫即个政治中间，吼，其实咱就要勇敢来拒绝遮个派系，亲像遮个震动，吼，毋通做伊的应声虫，吼，有无有无，当安尼好毋好？好，但是咱无头壳无在思考，咱就爱回应的是上帝的话，回应的是上帝的真理。第二个，吼，咱除了看政治人物，吼，即个人讲话有老实。伊的政见吼，到底讲的有做无？吼，咱爱去甲检验，毋是甲看伊的网络的风向。第二，吼，咱嘛爱看伊是毋是真正有在关心照顾地方，对遮个社会上吼，遮个弱势的阶层。因为伫圣经中间，咱看见上帝是照顾孤儿甲寡妇的。伫上帝国的内面，吼，亲像四道形端共款。是爱大家米拢公家来用，彼此来照顾，甚至教会就爱选出遮个职事，遮个职事吼，就是爱来去帮赞吼，遮个寡妇，帮赞遮无饭通食的家庭，来去帮赞伊。这嘛是咱长老教会吼过去的传统，就是甲受苦的人。做伙吼，甲因受苦，这嘛是罗马人书所讲的。吼，甲受苦的人同齐受苦。吼，拄则咱会前祈祷的时阵，嘛读着罗马书的12章12节。甲欢喜的人，嘛爱甲因做伙来欢喜，因为这是咱伫信仰的中间所爱来做。咱小等因为咱昨有即个领袖高峰会啊，吼，领袖高峰会吼，咱有邀请即个书商吼，因来摆书摊哦，吼，所以今日吼，因伫楼骹嘛，甲咱来会友来服务哦，就是咱礼拜煞吼，咱当伫1楼吼，遐会当来拣册啊，吼，会当来看册，你看了有介意的吼，你嘛会当来买。当我咧看的时阵呢，看到一本册，吼，即本册呢。吼，是过去咱的行政院的院长吼苏贞昌啊，吼伊写的册啊，伊写护国4年吼，看了咧，我就摕过来显啊，我讲吼，即个行政院的院长吼做4当了后落台吼，就在他下台的那一年吼，1个月后，这本册就出来啊，真紧的，我讲哇，在内底当写啥物？伊写呢，伊伫这4年的中间，做行政院的院长的中间，伊所做遮的证件，伊拢写伫这个所在，有啥物证件，然后2面，然后甚至呢，伊阁将伊的证件呢，做一个对照甲比较，就是伫这本册中间，伊做一个图表，就这个证件，咧开始做进前，是本来社会状况是安怎，然后伊安怎推出遮的政策。这个政策推出了后，带来什么款的改变甲改善？伊竟然敢写伫一本册中间，就是讲下坎的人来检验，到底伊讲的是毋是真的？所以我就真兴趣，摕转去，要转来好好看，讲到底伊是安怎样来治理？我想，这伫教会中间，巴多一个牧师退任了后，退休了后，亲像安尼来写一本册。我感觉我嘛会当来想看卖啊，等到要退任退休了后，会当来写一个回顾，讲到底你来做教会的代志，有带来什么款的改变？
我想咱的政治人物有即种的做法，有即种的想法，是一个对咱的国家来讲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咱嘛期待咱的教会的牧师嘛是有即种的负责任的表现。伊来做牧师做了后，伊为伊所做的来负责。伊毋是讲牧师做了后，做无好势，即个歹款的做伊走，即个教会就甲我无地带，甲我无关系。毋是，我相信伊是一直会影响，继续落去。所以咱伫选举时阵，咱看到何西阿书，伊讲就是爱来看注重这人的品格，讲话是毋是真正的。第二个，伊是毋是关心照顾者的需要？第三，伊爱扮演先知超然的角色。伫长老教会，过去有一段的时间，长老教会去互人讲，长老教会是台湾社会的什么先知？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长老教会，伫退出联合国的进程，1971年。长老教会伊就写一个国事声明，国事的声明，讲台湾的前途是台湾1500万，1971年全台湾才1500万人，家己来决定的。所以伊就长老教会开总会，总会决议了后，总会议长、总干事就发文发函，互总统，然后讲甲国家的建议的声明。然后4年了后，佮写一篇叫做《我们的呼吁》，内底强调讲，就算讲中华民国已经退出联合国，但是咱的国家袂当甲这个世界脱离，袂使脱节，袂使脱轨，甚至咱的国家，咱的政府爱鼓励民间，积极来参与世界，这个组织，包括WCC 世界传道会。这是迄当时长老教会所发出来的声明，信仰爱自由、爱开放，然后爱甲全世界爱接做伙，然后佫两当了后，1977年，长老教会佫发一篇叫做《人权宣言》《人权宣言》，伊讲迄当时台湾已经1700万人从1971到1977，六当台湾加200万人诶。6年增加200万人，一当加偌济人？30几万人。咱即马一当台湾减偌济人？30几万人。拄倒摆。咱今年1月到7月，台湾生几个囡仔？每个月不到8000，安尼87加55万多呢，才5万几个，今年凡是无到10万人无到10万个婴仔出世。但是迄当时台湾虽然外交长去，但是台湾人真拍拼做人呢，6当加600万人，即马呢6当以后台湾减200万人。搁倒来讲，迄阵人权的宣言。讲台湾爱行一个自由民主，甚至爱来建立一个新佮独立的国家，新佮独立的国家。1977年拄好明年就是50年明年就是50年。50年前伫迄个白色恐怖戒严的时代，迄阵抑阁戒严，但是要讲爱有一个人民，爱有一个国家。这是一个真危险的，但是长老教会对圣经的内面，对旧约这个先知扮演先知的角色，就是爱超然，毋是甲这个政治人物白做伙，也毋是来为政治人物来造神或是妖魔化，就是爱来拍破这个造神的，只有高举上帝才是这个国家人民的主宰。只有来超找上帝主意、上帝旨意、甲上帝主权所以咱看到信用顶悬两种的态度，一种是啦啦队，一种呢我叫做消防队啦啦队就是看政党的决党的这个色，用党意取代神意。
但是消防队是这个国家已经火在倒啊，伊就要去炮花，爱去拍火，爱追求上帝的心意，用真理检验他的政见。啦啦队是将好酸林也唔对的所在，都把它合理化。哎呀，伊贪污这是应该，伊选举就是爱开钱啦。伊讲白贼也无法度啦，时事是造成的。这个进动就是遮歹，这个政府就是遮尔恶极，恶极，所以就是伊就是必须爱用这个态度。但是信用的消防队是爱勇敢来指出这个不公不义的所在。政治的啦啦队是在激化对立仇恨。但是政治的消防队，是咧信用的消防队，是咧带来和平，带来真理。所以咱看何西阿书，这本册，虽望先知何西阿出来讲，但是这个国家最后嘛是灭亡。但是至少要灭亡以前，因拢有机会来听到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有来传达，这是上重要的。政治不是人在治理，政治是上帝在治理，上帝在掌管咱的国家。咱除了做消防队，咱嘛爱做守望者，为着这个国家来守望甲祈祷。咱要投票是一天，还是咱的几天？什么意思？选举是11月28号，只有迄天。但是在选举的进程，对即马开始，咱就要为选举来祈祷，因为咱会当用咱的祈祷，互咱会当来敲吹上帝的心意。不管咱选出来的候选人，什么人来当选，但是咱来祈祷，伊当选了后，会当行伫上帝的路。咱看到这个列王记，这个列王，有迄个做甲足歹，但是上帝出手了后，安怎？伊的心就软了来，伊就甲上帝求，就甲上帝来悔改迄个亚哈斯王，有迄个玛拿西王，这拢是因上帝出手了后，因就悔改变因本来遐尔歹、遐尔邪恶的本质。这就是咱公民的责任，咱就爱来关心咱的国家、咱的社会。拄则一开始有讲，读圣经，除了是一个运动，读圣经嘛是互咱伫生活的中间会当看见上帝伊的旨意。米迦先知讲，上帝所爱是甚物？就是咱爱行公义、心存怜悯，然后谦卑甲上帝三角行。上帝所爱公义，伫咱即个台湾的社会敢有存在？看到不公不义的代志，咱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读圣经的基督徒，咱有真正去关心这不公不义，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莫讲，唔通插政治啊！你无插无代志，插了全代志。但是一个信仰，真正的表现，伊是爱为用上帝眼光。来讲出上帝公义甲真理，这本身就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好像国王的新衣，等一个国王穿一粒看袂到的新衫，大家拢讲国王，你的衫哪会遮尔水的时阵，但是只有一个囡仔讲，国王你哪会无穿衫，哪会无穿衫？同款咱对这个社会，对咱的国家。咱是安尼看到国王无穿衫，结果呢，咱个讲国王你的衫足水的，也是咱当勇敢来讲出咱的国家、咱的社会、咱的政府，甚至咱的教会，是毋是无穿衫的所在，爱改革的所在呢？所以伫今日咱的小组诶，即个分享的中间，咱会当互咱大家来反省思想。就是咱平常时，咱是毋是受到政治的影响？有时阵迄个政治在冤的时阵，翁仔某嘛会为着政治来冤家，爸仔囝嘛会为着政党来分裂。但是做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咱毋是拢大家拢无讲，
是要安怎样有上帝智慧来敲揣上帝心意。第二个，咱嘛当来反省，就是咱是毋是来敲揣即个震动的时阵呢？甲震动偶像变做偶像，哇！迄个震动偌了不起的呢？甲上帝共款大，还是甲即个震动呢？甲它妖魔化，即个震动足可恶的，亲像魔鬼共款。咱上要紧的是爱，毋是甲即个属肉体、属血气的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然后，咱的具体行动就是咱来看出咱的国家、社会倒位在火在倒，是毋是为着乌金？是毋是为着这派系？是毋是为着要来选举？不择手段，咱就要用祈祷做一个消防队的角色，嘛要用祈祷做一个守望者的角色。互咱的国家真正是出伫上帝旨意，所以最后牧师要带大家来用这个公道为咱的国家乡土来平安来祈祷。我先读一解，然后咱一段一段再请大家做伙来读一解。我用台语，但是咱要来学乐甲宣告，创造台湾的主，愿宣告你是这块土地的王，愿上帝主权甲旨意运行伫2026年的选举的中间，请咱做伙来宣告：创造台湾的主，愿宣告你是这块土地的王，愿上帝主权甲旨意运行伫2026年的选举中间。煞只咱要认罪甲求上帝根，求主赦免阮上最震动的印声堂。陷入政治偶像化的罪，恳求真根照亮乌金派系的死角，驱散仇恨的白插。请求主赦免阮上最震动的印声堂，陷入政治偶像化的罪，恳求真根照亮乌金派系的死角。驱散仇恨的白插，最后咱的祈求甲猜测，恳求信心兴起教会，看顾偏乡甲弱势，带领阮伫政治选择上，互你的公义做主，互阮成做乡土的消防队甲守望者，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恳求信心兴起教会，看顾偏乡甲弱势，带领阮伫政治选择上，互你的公义做主，互阮成做乡土的消防队甲守望者，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的长老教会的这个 logo 是一个焚而不毁，焚而不毁。这是长老教会的精神，就是这个社会火在倒在烧的中间，但是咱知影火对倒位开始在倒，咱嘛知影安怎去拍火，就是用祈祷来去将这个火拍花。因为这个所在是上帝所疼惜的一个土地，这个人民嘛是上帝所固守的人民。160年前，台湾抑阁真落伍的时阵，上帝派宣教师来改变台湾。400年前，台湾去互人安尼做牧业的所在，上帝嘛派这个荷兰人、西班牙人来台湾建立教会、翻译圣经。我相信上帝对这个土地有真水的期待。虽然50年前台湾退出联合国的时阵，迄阵台湾人民真紧张，但是台湾的人民安怎真团结，大家拍拼，认真，工作，咱看到咱的人一直在增加。但是50年以后，咱的社会过了真舒适，生活环境过了真爽快。但是人民，咱的后一代，连即马会当投票的20岁，今年有要投票，伊拢毋知。但问讲，你知影要投什么人呢？因拢毋知。为什么咱的青年，咱的后一代对政治冷感？因为
咱家己本身无够也关心，嘛无对因有真好的鼓励甲唤醒，所以咱嘛爱鼓励咱的后一代，毋是咱即代过了好就好，因为这是上帝所祝福的所在，咱看见，咱嘛相信，这是上帝所祝福的国家，咱就爱认真祈祷，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愿通过何西阿先知，伊带一个淫乱的妇人人，上帝咧提醒，就算讲即个国家安怎样安怎败坏，即个社会安怎样拜偶像，但是上帝你的爱是无改变的。你也通过何西阿先知讲，就要开垦趴远的地，就要栽种公义，将来才会当来收割慈爱。上帝今仔日就是阮用祈祷要来栽种公义，阮用祈祷来敲吹上帝你的公义甲怜悯，阮用祈祷为着11月28号桃园要来选市长，要来选市议员，甚至还有3个公投的案。主啊，互阮用祈祷来敲吹明白上帝，什么是上帝你所爱。主啊，也求你帮助阮每一个读圣经的基督徒，互阮除了认真读圣经、读上帝的话，阮嘛爱听上帝的话，搁爱去行道理，就爱照圣经的原则，勇敢来发声，勇敢来出声。看到社会上、教会内面，也是在社区中间不公不义的代志，阮就应该爱勇敢站出来，毋是暗藏。嘛毋是变做当做无看，是爱互主你的公义、你的真理、你的根会当来根照社会。主啊，求你也来拄起阮心内底的惊吓，因为真侪时阵，阮敢亲像活伫即个白色恐怖，也是活伫即个戒严的中间，毋敢讲，毋惊得失，惊得罪人。总是求主，你互阮会当勇敢徛在，会当来做上帝你的奴仆，做上帝你的器具，会当来为上帝来出声。求主也帮助阮的后一代，阮的青年，甚至是20岁才的学生，互因会当知影即个国家会当有民主甲自由，毋是天顶落来，是才的前辈。侪人经过努力，经过打拼，阮才会当来享受，亲像比美国更较民主、更较自由的一个国家社会。总是也互阮好好来珍惜，互阮会当成做消防队，成做守望者，为着阮的国家社会后一代，为因来守望祈祷。愿主帮助，阮伫主面前恳求祈祷，拢是花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做来唱回应的诗，圣诗206首，圣诗206首，只我的主做我的光，请起立吟全首。虽然对的大天灾。
就我的行去，除非是对我讲一句，你了你无奇怪。我心随时对你影响，主啊，我爱问我，互我的救我的上帝，求你面无的恩，你把帮助通放下，无的看我哼。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心也很努力，做你路引导之时，是叫你很无助，归向你帮你顾。我的手爱你命令，为着我做最最我靠呀为你双双的你行无声。我的声音无你言，我以后路处无定，我现最困爱你多，谢起立。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赏赐阮性命，也赏赐阮生活中一切所需要的。今仔日，阮将奉献献伫你面前，求你接纳阮甘心乐意的心，求你赐福这个奉献，互伊用伫传扬福音、关心需要的人，甲教会的事工，诚做别人的祝福。也求你帮助阮做忠心的好管家，将你所赏赐的一切来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请翠玲长老来报告。好，首先，请问敢有今日有头一届来到港门教会聚会的兄弟姊妹？好，无好，好来，我即马来做消息的报告。好，头拄仔牧师有讲哦，楼骹1楼的所在有书展，吼，若物礼拜结束了会使去楼骹来看来选购，爱自备零钱。好，过来9月6号第5届纪念，第5届献礼典，好啦，有感动要受洗兄姐，请伫
8月23号已经你的小区长还是小组长来报名。好，过来拜三基督会8月19号，暗时8点，伫7楼的礼拜堂，主理是陈牧师，主题是 GLS 的见证分享，来邀请兄弟姊妹来参加。过来校庆主日的活动是主日后8月23号，早起是10点半，伫这个所在哦，49号，来邀请祖孙来组队来报名，活动足济哦，有祖孙台语闯关去，有我看者，有台语的传话、传话、台语拼图，啊，搁有猜谜，啊，搁有资源前线，啊，搁有手作哦，活动足济吼，足趣味，请赶紧来报名，好。再来8月24号要开设专心的兴趣班，所以要来招募20名的关怀同工来邀请欢迎各牧区的兄弟姊妹来报名。顶主日有团契的选举来。好，咱保证这个选举无买票，好，也没有派系哦，好，拢是照圣经的。好，来双年团契的会长是谁？来，丰盛长老，恭喜好，恭喜你！搁有副会长是美英执事，敢有伫个？无。好无，啊，搁有书记是端荣杰，端荣执事，会计是琼代杰。拢无伫个，好，来妇女团契会长是楚瑜长老，好，搁副会长是立珠长老，书记是洪满执事，啊，会计是霍兰执事，好，恭喜。好，今日下晡4点半吼，2点半，好，2点半全职同工的退休会，因要出去台南哦，所以这个时间到8月18号，这个时间教会无人哦，所以不开放哦，请会记，这几天吼要拜二，嘿，对，就是为今日下晡2点半开始到拜二，毋好来教会哦，教会无人。好，咱来读。今日的金句读2解，着为家己开垦爬远的地，种公义，修慈爱。现在是追求上主的时，以来的时要互公义亲像雨水降落予恁。何西阿书10章12节，搁一解，着为家己开垦爬远的地。种公义，修慈爱。现在是追求上主的时，以来的时，要互公义亲像雨水降落予恁。何西阿书10章12节。这是来吟祝福的诗，圣诗394首。今时煞请陈牧师来祝祷，请起立。那一首。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痛、信心的感动，甲恁尽大家三角之地，互恁会当成做台湾政治上的消防队，会当成做台湾这个国家的守望者，会当来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三角行，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